Hello，今日我想講嘅就係呢塊擺喺油底殼嘅擋板，有好多車友咧或者已經係知道佢係有乜作用。咁其實咧絕大部分車友咧都冇乜點了解過嘅。咁究竟佢係咪智商稅咧？喺講呢樣嘢之前咧，我先講下其他嘢。大家有冇了解過經常出現喺我哋生活裏邊嘅同埋視野裏邊嘅油罐車咧？但係你哋有冇了解過其實個油罐裏邊係咩結構咧？因為如果裏邊冇做任何嘅結構裝修，就係四面牆嘅毛坯，就會導致拖頭喺前後左右移動嘅時候，因為慣性裏邊嘅液體咧就會啷嚟啷去，大幅度咁左搖右擺。喂，裏邊少則5、6噸，實則10噸以上，液體會有一個珠點喺裏邊好活躍咁樣運動。如果控制得唔好，就真係好易翻車嘅。為咗克服呢個問題，其實油罐車通常內部咧都會做擋板。為嘅就係唔好俾所有液體同時積聚喺某一個位置，然後發散呢啲珠點，咁部車咪就唔會咁易反咯。如果今日講嘅呢個油底殼擋板呢，其實原理都一樣。喂，你可能會話，喂，嗰幾滴油係咪真係會令到你反車啊？因為我哋鬥車嘅時候呢，你會突然之間急剎㗎嘛，有時候又會急轉左彎、急轉右彎，所以你油底殼嗰啲油呢，可能就會突然之間全部積聚晒喺左邊或者右邊，前啊後啊都會嘅。但係你個油底殼就咁大，油道就得那麼一條，你唔係每一個角落都會有油道可以吸翻啲油落油封㗎嘛。如果就係嗰1、2秒你吸唔到油，咁上邊嗰啲特輪軸啊、活塞啊，就喺嗰2秒裏邊咧就會借雞㗎啦。因為你知道啦，你行街梗唔緊要啦，但係鬥車喎。溫度又高，轉數又高，係嘛？説話係咁講啊，至於究竟有冇用，嗱，鬼佬就做個測試啦。從 T2 開始，T2係一個油鑽，而且係飛波嚟嘅。我哋見到喺上波嘅時候咧，擋板未起到一個幫助塞油壓嘅問題，而且問題咧仲嚟得比冇擋板嘅要早。喺波頂時候咧，冇擋板嘅情況喺呢個 moment 先出現咗塞壓，油壓降低咗20到30個 PSI。係成條賽道啊，油壓最低嘅彎嚟嘅。T3 同樣係一個油鑽飛波彎，有擋板嘅話咧，喺呢度塞壓嘅情況明顯係減少咗，但係幫助唔算太大，因為塞壓仍然係好明顯啊。T5係一個油鑽嘅上斜路彎，呢個彎出現咗3秒嘅油壓偏低嘅問題，無論有擋板定係冇擋板，呢個彎嘅擋板幫助唔算太大。T6係一個左轉嘅落斜路彎，冇擋板嘅喺度會有一個又大又急劇嘅油壓懸崖式下跌，但係有擋板今次就真係拋頭露面啦，油壓波瀾不動，穩定到嗱，睇翻曲線，後邊擋板嘅又避免咗一個急劇式嘅油壓下跌情況，整個大彎都好穩定。T7係一個好闊落嘅右轉發夾彎。後邊去到呢個彎心有擋板嘅情況，喺呢度咧個油壓更加穩定嘅。T8係一個複合彎，先左轉後右轉。喺呢個過程裏邊，紅色曲線嗱有3次好大嘅塞油壓問題。睇翻綠色曲線，擋板今次又幫到手啦。T11係一個狹窄嘅右轉發夾彎。喺出彎嘅時候，擋板又抑制咗一次中型嘅油壓下降嘅出現。總結一下，喺高低起伏嘅路面上面咧，有冇擋板都一鳩樣，幫助唔算太多。但係轉彎就唔同啦，尤其係右轉彎，幫助真係好明顯嘅。呢樣嘢咧，同樣係我啲產品嚟嘅。咁樣呢樣嘢咧就係貨86啊同 BRZ。現款嘅86 BRZ咧，喺剛上市嘅時候咧，就全球車友都同樣吐槽一個問題，就係講個油底殼。呢個膠咧係會有自然脫落嘅問題，佢係咁樣嘅。如果佢長期受到高溫咧，佢就會有甩膠嘅問題。咁甩咗喺個油底殼裏邊咧，就會俾呢個油泵吸到啦。咁油泵吸到，自然就會卡死啦咁樣。咁呢個咧其實就等於一個 filter，佢係過濾嘅。咁你過濾嗰啲膠粒啊、脫落啊咁樣，唔好俾佢吸翻入去，就咁用嘅啫。OK，我係爸爸，講完收工。